哥林多后书第7章，亲爱的朋友，既然咱得到这个应允，咱就洁净家己，除去一切互身躯甲心灵拍拉散的事，用敬畏上帝互生活完全圣化。恁着用宽大的心对待阮。阮毋捌欺亏人，毋捌害人坠落，毋捌骗人。我安尼讲，毋是要甲恁谴责。我以前捌讲，阮真疼恁，愿意甲恁同死同活。我真信任恁，用恁做夸口。我充满安慰，伫阮一切的患难中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阮到马其顿以后，身躯无通休困，反正逐项代志拢拄着困难，外面有纷争，内面有惊吓。毋过，安慰失志的人的上帝有找提多来，互阮得到安慰。毋若因为伊有来，阁因为伊有讲起恁安怎甲伊鼓励的代志。伊有甲阮讲起恁爱见我，恁的心艰苦，甲恁对我的热情，互我阁较欢喜。虽然我前迄张批互恁心艰苦，我无后悔。毋过知影迄张批有互恁一时心艰苦，我有后悔。总是现在我真欢喜，毋是因为恁心艰苦，是因为恁的艰苦心有得到悔改。上帝有善用恁的艰苦心，所以阮所做的对恁无伤害。因为上帝善用恁的艰苦心来互恁悔改，通得到救，阮就无啥物通后悔。毋过，俗世的艰苦心会互人抵到死。恁看，上帝遐尼贤善用恁的艰苦心，才互恁遐尼迫切辨明家己的清白，遐尼愤慨，遐尼有敬戒心，遐尼有期待，遐尼热情，遐尼激烈谴责不法。伫逐项代志，恁已经有证明家己的清白。所以，虽然我有写迄张批，毋过，毋是为着甲人吃亏的人，也是受人吃亏的人，是要对恁表明恁伫上帝的面前对阮的热情有偌深。因为安尼，阮有得到安慰。阮毋但得到安慰，嘛因为看到提多的欢喜，搁较欢喜。因为伊的心有对恁大家得到激励。我捌对伊保障恁，恁无互我漏气。我逐项代志拢对恁讲实在话，我对提多保障恁的话嘛是实在，所以伊想起恁大家安怎顺服伊，恭恭敬敬甲伊接待，伊对恁的疼心就那深，我非常欢喜，因为我会当完全信任恁。